是因为能够发出铮铮的声音，并且是个很古老的乐器，大约有2000多年，所以称之为古筝。古筝是近几年来大家非常喜爱的乐器之一，是优雅、含蓄、清新、悠远、韵味无穷，甚至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内涵。现在就在热闹、喧嚣、繁忙的生活中，让我们一同用心灵来感受、来品味温柔敦厚的文化古筝。今天要为大家表演的团队是由气质非凡的沈秀珍老师所指导，目前呢任教于新民区的几个国小，包含了工程国小、新民国小、新泰国小、新民国小，让孩子们在自幼学习古筝，培养气质与心性，也能够发扬中国古文化的精髓。老师时常举办古筝音乐会，带领学生们参与各项的比赛、简地表演，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。接下来呢，要准备为大家表演的第一首曲子是《乌苏里船歌》。